由國立成功大學甲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動沙崙醫療服務甲創新園區，是國家重要的建設。其中第一期的計劃，成大沙崙病院18號舉行動土典禮，在德國國小進行的固定表演，為活動來揭開序幕。現場邀請到總統賴清德親臨主席，包括中央各部會、民意代表以及市府官員、議員、甲醫學、產學界貴賓雲集。會中包括成大校長沈夢如、甲副市長趙清惠。地主時嘛攏真感謝中央甲地方的努力，才能夠促成這個醫療服務的創新園區。這個醫院大概先開發面積是4公頃。有660床，那大概它服務的不只是未來發展這個沙崙園區，而且是包括整個南關線，甚至到北高雄，整個這些廣大民眾都會在這地方享受到大學醫院最高級的醫學中心的照顧。那這個是我們的承諾。但是今天這個醫院能夠走到動工這一步了，背後有很多人的投入跟成全。其實賴總統在這個沙崙醫院的動工唯一擔任市長開始，一直到做行政院長，到做副總統，到現在做總統，他無一不語在我們沙崙地區所投入的各項建設。所以的第一當家是賴總統他在擔任市長所擘畫的沙崙綠能科學城，我們才有這樣的一塊基地，一直在這邊做明日未來城的拼圖。咱今仔日上大這塊拼圖是跟與我們醫療相關的，所以這個建設其實不只是造福我們新豐地區或者是北高雄地區的民眾，它其實更對這個國家所謂醫療科技的部分種下一個非常先導的計劃跟一個樣態。這個也是我們特別期待沙崙未來可以成為這個國家明日城市一個非常重要的典範。李總統賴清德嘛表示，沙崙病院是成大沙崙醫療服務甲創新園區第一期的計劃，未來將透過人工的智慧、雲端的運算甲智慧系統，會用來提升醫療的效率，並且結合研究機構推動智慧醫療甲再生醫療的研發，甲國際來接軌。沙崙醫院是成大沙崙醫療服務與創新園區的第一期計劃。我要特別感謝成大的努力沈校長，還有率領團隊的努力。所規劃的沙崙園區，積極因應高齡化、人口結構變遷以及公共治理數位轉型的挑戰。未來沙崙醫院完工之後，不只借由人工智慧、雲端運算以及智慧系統，優化醫療發展精準醫療，提升照護效率，來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同時，更透過與研究機構的合作，來促進智慧醫療、再生醫療的研發，協助台灣醫療的發展，持續跟國際接軌。簡單講，在未來全面智慧化的時代，在醫療服務代表台灣醫療服務的未來，就是在沙崙這個園區。成大沙崙病院包括病院的主體甲兒童醫療中心，總層數規劃664層，醫療大樓規劃地下2層、地上多層的結構，而且病院的主體甲兒童醫療中心是連通的體系，並且預留在此緊急收治的空間。完工以後，將大幅度來改善新豐地區甲沙崙所在區域的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